后来即摆若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，恐惊就要等到国内注预防射人数达到一定的比例。有关这个疫苗，进前先是这个鸿海集团要买500万剂 BNT 的疫苗，接落来是这个宗教团体佛光山所属的国际佛工会，嘛来表达讲想要来捐50万剂招生的疫苗。本地指挥中心拢讲，交予中央统一来购买。昨暝这个总统府发出着声明咯，讲会赶紧甲各申请的单位来了解，确认着相关的会员。宗教团体认为，这代表政府对疫苗的进口已经拍开大门。边外口人排外口侪拢想要注新冠疫苗，本土疫情爆发了后，大家拢认为讲注预防针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民间的宗教团体佛公会要捐50万剂交生疫苗，本来当作讲无希望，即马有机会啊。昨天以前的事情是要政府来签约采购，那当然我们就可能能着力的不多了。但今天如果情况改变的话，我相信，真正是开启一个官民合作的这个大路。我相信会想出一个比较缩短流程的、松绑规定的一些步骤。佛公会讲，5月27送公文到疾管署，表达讲想要赠送疫苗，当时指挥中心无正面的回应。刚才第28提出8大条件，要求爱计划书、工会基庭、冷链仓库设备等等。不过，昨暝总统府发出声明，强调讲疫苗进口、通路配送到注射，政府拢会充分的了解，并且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所以讲，佛公会即马就等指挥中心，甲因讲好要安怎合作，确定这流程就会开始进行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真大方，有买500万剂 BNT 疫苗要捐予台湾，并72点钟将公文送出去。那个顾先生说给我们72小时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中，最晚到礼拜3吧，对不对？你也有一些什么冷链条件啊、保存啊，这些其实都需要有实际做法。那这个很多的内容，它是必须先有执行，才有确认的结果可以写啊。疫苗进口加紧速度，就是希望讲和民众赶紧会使注到预防针。不过中央到底敢真正放行，恐惊这个需要时间照度确定。